有一種中藥材，味道雖然苦，但係咧經常俾客家人用嚟煲湯嘅。咁佢哋仲有個親切嘅名叫土人參，咁佢就係地蛋草啦，係我哋日常比較常見嘅草本中藥材之一。另外咧，唔少嘅南方人嘅飲食觀念中咧，老火靚湯一直係比較滋補嘅嘢，飯可以唔食，湯唔可以唔飲啊。咁其實咧，冬季要煲好湯咧，其實有唔少細節嘅喎，所以咧今日除咗同大家傾傾呢個地蛋草，即係我哋地蛋頭之外咧，我哋仲會用另外一半時間同大家分享一下冬季咧煲老火靚湯嘅選料同埋注意嘅事項㗎，建議咧大家堅持到睇到最後啦。咁大家好，我係謝醫生。呢一期影片咧，我哋嚟講講地蛋草同埋冬季煲湯嘅一個問題。咁地蛋草咧係菊科植物地蛋草嘅一個乾草嘅全草，其分布好廣，從北美非洲到東南亞都有蹤跡㗎。喺我國咧，福建江浙一帶台灣湖南兩港以及雲貴地區都好受歡迎，好常見嘅。咁一般嚟講咧，大家咧都係主要係將整一兜地蛋草入藥嘅，因認為佢有清熱消腫解毒利尿啲功效。咁關於地蛋草嘅記載咧，其實可以追溯到北宋正和年間嘅《聖濟總錄》卷23。咁其中嘅必效散就係以參地黃、參地蛋草、牛黃為主要成分嘅，佢用嚟治療一啲熱毒驟狂、心煩口渴啲症狀。咁到咗南宋咧，又有新書卷24咧引用嘅方叫二膽丹，佢就用地蛋草治療個食積屙肚嘅問題。不過咧，自南宋之後咧，有關地蛋草嘅文獻幾乎唔出現，一直到而家佢先重新喺民間特別喺廣東、福建呢地方廣泛使用嘅。比如《泉州本草》就用地蛋草水煎服治療呢個肝炎。咁福建藥物志咧就記載以地蛋草雞眼草呢啲草藥咧煎服治療呢個腎炎。咁嶺南草藥志咧甚至提到外用地蛋草治療乳腺炎㗎。咁隨着大家嘅日常飲食文化發展咧，地蛋草都唔再局限於藥用啦。咁唔少嘅飲食類嘅雜誌甚至將佢當作煲湯嘅食材嚟推薦嘅。咁1977年咧，地蛋草被正式收錄為中國藥典一部，被列為菊科植物地蛋草嘅乾草前草，幾氣味微苦，主要用於治療一啲感冒高熱咽喉腫痛肺熱咳嗽或者係呢個喘或者係痈瘡腫毒呢症狀。可以話地蛋草嘅功效咧，逐漸被更多人認識同埋重視嘅。咁根據國內外嘅文獻嚟睇咧，地蛋草所含嘅化學成分係相當豐富㗎，主要包括咧苯苯鐵、內酯類、三鐵類同埋黃酮類有機酸類、甾體類同埋呢個多肽呢多種成分。其中咧，苯苯鐵內酯類咧，佢唔單止係地蛋草最合身嘅一類化學成分，都係目前報道咧同抗腫瘤作用關係最密切嘅成分。咁對研究佢嘅抗菌消炎功效咧，同樣都有重要嘅意義。不過咧，目前咧關於地蛋草嘅研究咧，都係停留喺化學結構層面嘅，佢缺乏醫學嘅高質量嘅醫學證據。所以咧，關於佢嘅部分咧，我就先講到呢度。畢竟好多朋友關注地蛋草，更多係想從中醫藥藥膳同埋呢個煲湯嘅養生角度出發啫。咁借呢個機會咧，我就再同大家傾傾冬季藥膳煲湯一啲基本知識同埋知識學。咁從中醫角度嚟講咧，冬季養生嘅重點咧就係溫補陽氣，而喺中醫煲湯嘅思路裏邊咧，一直強調辨證施膳㗎，即係結合我哋個人體質嚟揀呢個湯料用方法，先至可以喺寒冷嘅季節咧真正咁滋潤我哋身體㗎。咁一般嚟講大家可以按照自己體質選用一啲冬季煎熟嘅湯料。雖然冬季以溫補為主，但係唔同體質適合嘅食材咧唔一樣，避免盲目進補先係關鍵。首先咧，去虛嘅體質，即係容易疲勞氣短或者係平時怕冷比較明顯嘅，咁呢個時候咧可以揀啲黃芪、黨參、太子參、山藥同埋紅棗用嚟煲呢個黃芪燉雞湯，補中益氣，提升呢個抗寒力。
咁第二咧，血虛體質嘅面色比較偏黃啊，手腳冰凍啊，偶爾有啲頭暈啊，咁適合當歸啊、桂圓肉啊、枸杞啊、紅棗啊呢。當中咧就係最經典嘅就係呢個當歸生薑羊肉湯啦。咁冬季咧暖心補血嘅首選。咁第三咧係陰虛體質，即係平時咧手足心熱、口乾又怕冷嘅，可以咧選擇呢個沙參啊、玉竹啊、麥冬啊、百合啦，好似沙參玉竹老鴨湯咧就比較適合啦。佢滋養潤燥，但係又唔會溫補過火。咁第四咧就陽虛體質啦，即係平時咧又驚寒啊、怕冷啊，四肢咧佢又係咧個溫度比較低㗎夜尿咧又比較多㗎，咁可以用北極天啊、杜仲啊、合桃啊、板栗啊、生薑啊呢啲食材。杜仲合桃之腰湯咧就可以溫補腎陽，好適合冬季容易怕冷嘅人。咁第五咧就係痰濕體質啦，比如平時咧身體覺得好攰身體比較沉重，又平時有啲怕冷。或者係我哋好多時候咧個胎咧又比較好係嘛，有呢種有痰濕體質嘅人咧，佢建議咧就用茯苓薏米陳皮白扁豆呢煲一煲呢個茯苓薏米排骨湯，佢又去到健脾去濕，又可以兼顧溫補，厚膩㗎。咁再嚟講講冬季肉類搭配嘅技巧啦。咁冬季煲湯肉類咧，就盡量揀啲偏溫熱性嘅，咁樣咧，所以咁好發揮暖身嘅效果。咁首選係羊肉啦，幾性熱啦。咁冬季進補嘅首選配生薑、當歸，驅寒保暖溫補氣血。咁第二咧就係雞肉性溫啦，佢就搭配黃芪、黨參呢啲補氣嘅藥材咧，滋補得嚟比較溫和，佢唔係咁容易上火。咁第三咧牛肉其都係性溫，可以作為羊肉嘅代替佢又配一啲桂圓紅棗溫補脾胃強筋健骨。咁第四咧係豬肉嘅性平，咁適合一啲陰虛痰濕體質嘅，搭配啲百合茯苓滋陰，但係咧又唔使呢個濕氣更加重。第五咧就係魚類性平，棗耳或者係蘆耳呢啲，咁搭配啲山藥陳皮健脾利濕適合一啲冬季清淡但係又唔失溫補嘅一個需求。另外咧冬季喺調和煲湯嘅頻率上咧都有啲細緻要注意。第一咧，我哋鹽咧要喺湯快煲好嗰陣先放，過早落鹽咧，好容易使我哋嘅肉咧唔容易煮軟，同時都影響溫補營養嘅吸收。咁第二咧，冬季溫補咧可以適當增加一啲頻率，一週2到3次就夠啦。但係咧，佢又唔建議日日進補㗎，避免俾我哋身體帶來過重嘅負擔啦。咁雖然從中醫角度嚟講咧，冬季煲湯有養生效果，但係其中都有唔少需要注意地方。譬如維他命 C 啦，佢本身就係姜熱嘅，咁長期熬煮之後咧，基本就破壞得差唔多啦。咁 B 族維他命咧，同樣都唔耐高溫嘅，經過幾個小時嘅慢燉咧，湯裏邊嘅含量肯定明顯下降。仲有一點咧，肉類裏邊嘅優質蛋白咧，佢係長時間煮嘅過程中咧，大多數仍然都喺肉裏邊嘅，佢唔會完全咧溶到個湯嗰度。咁湯裏邊嘅蛋白質咧，其實只不過係肉類中好少一部分啫，而咗持續高溫咧，都會使部分嘅蛋白質結構被破壞㗎，嘅營養價值可能會受到啲影響。另外咧，隨着我哋熬煮嘅時間嘅長咧咁食材裏邊嘅脂肪咧會大量咁溶解到個湯裏邊，咁會使湯嘅脂肪含量咧明顯升高。咁尤其係用帶皮嘅肉類或者係嗰個骨頭煲嘅，呢個湯咧嘅表面咧會飄着一個層層厚厚嘅油花。咁長期大量飲用呢種高脂肪嘅湯咧，佢會提高我哋肥胖同埋高血脂嘅呢啲問題嘅風險嘅。咁仲有一個要留意就係嘌呤啦。咁長時間燉煮嘅過程中咧，食材中嘅嘌呤咧會不斷咁釋放到湯裏邊，特別海鮮動物內臟、肉類呢啲高嘌呤嘅食材。咁用嚟煲老火靚湯嗰陣咧，嘌呤咧一般嚟講就會更加高。我哋經常飲呢種湯咧，就會使我哋體內嘅尿酸升高，提高呢個痛風發生嘅機率，同時咧都會增加腎臟嘅代謝負擔。另外咧，都要強調即係咧，中藥材咧係講究
性味歸經同埋功效嘅。藥膳同樣都要結合我哋個人體質同埋健康狀況嚟選用。前面咧仲大家介紹咗唔同體質啲湯料，大家可以參考嘅。但係咧，從現代營養學同埋醫學角度嚟睇咧，佢嘅營養價值咧都會受到成分嘅析出率同埋搭配是否合理，以及我哋個人嘅體質多方面嘅影響。最後咧，藥膳咧佢唔可以代替天然嘅治療。如果希望通過藥膳嚟調理身體，一定要喺中醫師同埋醫生嘅指導下，根據你自身嘅情況，科學搭配藥材同埋食材，避免因為盲目進補影響健康。特別係對於孕婦、細路仔呢特殊嘅人群咧，要特別謹慎嚟用藥膳要喺中醫師或者醫生指導下應用藥膳先安全嘅。咁多謝大家。